鞍山原來有個開咗11年嘅鞍山探索館，今次終於親身上去睇下。過咗馬鞍山郊野公園之後，沿途都有好多指示，話咁快就揾到呢個山中遺址。英軍堂被政府定為3級歷史建築，以前嘅礦工就係咁樣走入教堂。呢度設有鞍山探索館以及礦山咖啡。門口睇下呢幅經歷咗無數風雨嘅打卡牆，入去前可以先看地圖了解一下。首先參觀一下信義會禮拜堂，呢個堂唔大，但係充滿咗歷史痕跡。如果嚟到想了解多啲，可以睇下展品。原來呢度以前有咁多款唔同嘅礦石，有啲展品仲已經有差唔多60年歷史。睇完係時候飲杯嘢。一入去就見到呢個穿包時間表，同埋一啲守則。佢售賣嘅咖啡都幾特別，亦較有特色。咖啡內冷氣充足，環境清靜，可以上嚟消磨下時間。不過要注意，久久唔能夠入室內。咁炒蛋就坐喺出面坐地吹下風，感受下好似台中嘅山中咖啡。試下礦工咖啡同埋藍橙蘇打，佢嘅咖啡質素唔差，不過只提供小食。炒蛋似乎幾滿意喺大自然之中喎，坐下吹下風曬下太陽。幅草地狗狗都好鍾意。禮拜堂內仲有吹酒表演，要注意聽出耳油，邊瞓邊聽。呢度仲有間信義學校，不過已經成為營舍，提供租住。感謝觀看。